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5年5月6號，我係 Anna， 同埋3位好友去將軍澳飲特惠夏日芒果釀 High Tea， 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將軍澳港鐵站 C7 口 Popcorn 出，穿過咗商場就到達咗今日去嘅東皇冠假日酒店，門口都擺放咗 lunch、dinner buffet 同 High Tea 嘅 menu。酒店嘅大堂呢都幾光猛舒適嘅，大堂搭 lift 上47樓就係今日要去嘅星幕餐廳。門口呢有芒果釀下午茶同母親節推介嘅廣告牌。餐廳環境乾潔優雅，寧靜舒適。我哋坐近落地玻璃窗，採光度唔錯。今日我哋嚟試下呢個特惠英式夏日芒果釀 High Tea。我哋呢都係選咗呢個洋甘菊花草茶，都好清香，味道甜甜地咁，幾好飲。Cheers！ 祝大家身體健康。咁高嘅啫。係啊，你低啲啊。嚟到今日嘅主角，星幕夏日芒果釀下午茶出場啦。擺盤呢都好靚嘅，有3層，每層呢都有甜點同鹹點。首先試下佢呢個芒果乾果英式鬆餅，佢係配咗濃縮奶油，奶味好香嘅，又唔太甜。另外有一個芒果醬就比較甜。脆炸雲吞配芒果熱情果沙沙呢，味道都唔錯。雲吞呢都炸得幾香脆嘅。唔係賣樣。咁你娛樂圈係好現實㗎嘛，不嬲都相當之野味好食。餡料蝦呢都新鮮爽彈。雲光係啊！你聽到佢啲口音，無啦啦個味道呢都啱啱好嘅。唔係啊，你同水邊嘅蝦膠呢份量都幾多嘅，同埋都同香又叫口苦咯。好食。芒果蟹肉忌廉三文治就有啲稀長，只有忌廉，唔覺有蟹肉。我為先啊！三文魚芒果花之戀，我嘅至愛。你覺得啫？賣相呢好靚啊，味道呢都新鮮好食。香脆炸雞配印度芝果醬，醬料呢都酸酸甜甜咁，幾好味嘅。炸雞呢外皮呢都好脆，裏邊都好嫩滑。芒果忌廉芝士酥皮炒，外皮呢都焗得好鬆脆嘅，但係味道就比較甜。熱情果果撻配芒果燕窩，果撻呢都幾鬆軟嘅，芒果燕窩呢都係味道比較甜。精緻嘅點心味道都比較甜，芒果熱情果芝士凍餅都 creamy 好食。芒果千層酥配熱情果果醬，味道都係偏甜，同埋有少少硬。芒果熱情果忌廉泡芙都 fresh 嘅，但係味道就超勁甜，泡芙都軟糯 creamy。之後呢，就食埋呢個芒果熱情果意大利芝士杯，賣相都好靚啊！同埋啲 yogurt 呢又唔會太酸，都 creamy 好食。炎炎夏日浪漫氣氛，相聚之選，優惠101蚊一位，性價比高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